环看世界，继续来看天主教的真教宗本笃16世，伊的丧礼伫个梵蒂冈来举行，由现任的教宗方济各来主持。世界各国的王室、政界的代表，甲全世界的教友，大约10万人到场来对书。咱的前副总统陈建仁嘛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参加丧礼，向教廷来传送着台湾民众深深的哀悼。梵蒂冈圣彼得罗广场千外10万人参加本笃16世葬礼，包括全球的教友、各地各界神职人员，和每一个主教廷使节团和官方代表团。Espíritu Sancti。因为教廷是台湾伫欧洲独一无二正式邦交的主权实体，咱台湾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特使。陈建仁有教廷礼官咧给带领，可以坐伫咧专区，伊代表蔡英文总统、台湾政府和民众，向负责接待教廷的官员悼念。教廷官员嘛甲陈建仁讲，感谢台湾各界真重视教宗本笃16世丧礼。600多年来，头一位退位的教宗，和你由现任教宗送离开，帮这国主持安魂弥撒，亲手来赐本笃16世棺木，来送伊行上尾一段路。其实伫要收煞时，斯科维亚观礼民众用意大利语大声喊圣托苏米多，也就是念方成意思。真教宗若望保禄2世，2005年丧礼顶冇人喊这句话，所以当看出天主教徒对本笃16世肯定。It's a beautiful celebration, and I think it represents a lot about his life and what he expected. A simple celebration, but very beautiful. It's really impressive. Because also I'm an atheist, so it's different for me. I'm not used to it. So. 本笃16世伫咧德国出世，有真侪德国的天主教徒专工来罗马改送。本笃16世会带伫咧圣彼得罗大教堂下面，可以安心伫咧遮中眠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